大西，忙啥呢？有肉吃了。我正拿石头在园子打炉子呢，屋里做饭太热。你看我带的兔子吃中啥要长大的？我可以啊，大爷，今天吃这个吗？那必须的，大西。这兔子哪来的？这么可爱，不能吃这个。哥，这个不能吃了。是大爷带来的兔子，为啥不能吃？哥，你瞅瞅我，脸色又差，浑身没精神。长得没不营养？不是，我就是爱心。兔子被吃掉，我身上还不就没了？今天谁也别伤动兔子了。你觉得吃爱心，我们觉得吃肉。大爷，来，你来处理一下兔子，我去忙打炉子了。我允许大西，你来处理。给我来杀兔子。你处理？你连这个杀鸡都不敢看，还会杀兔子？你前面不是教我这样了吗？我学会了，给我。来，给吧，大爷，让大姐。大西，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大爷，快做完了。你咋把这个老炉子给拆掉了？那个老炉子冬天一直没用，早就坏掉不能用了。我记得这个老炉子，当初还是你跟爷爷一块亲手搭起来的，对吧？对，大爷，一晃眼爷爷都做了7、8个月了。以前我在炉子上做饭，爷爷总在旁边帮我添柴火。哎，这中间搭的小炉子是干啥用的？我这个小炉子专门用来烤肉的。那刚好呀，我不是带了2只兔子过来吗？对，今天刚好新炉子开张，2只兔子一顿一烤，美得很。走，别回来了，走吧。哎，深山野外任你飘，今天我放你一条命，不要给自己记一大德。你自由去吧，千万别再被捉回来烤肉了。好舒服，哥，我回来了。兔处理好了吗？啥兔？那2只多，我给他们心上积德了，天天关在笼子里多受罪，我给他们换了自由自在的活路。做人得善良，你们还要感谢我呢。你别给我了，别说了，是去哪儿了？回归大自然享受生活去了。你给我放生了？你做好事是吧？那我兔子谁背？你给我赔钱。我没钱呀。没钱就跟我走，陪我去吧，走。我不想去，哥。哟，这个兔子太肥了。啊，有吗？这个也可以，可以吗？哎！拿去啊！哥，付钱。我叫他过来。跑啥跑？我叫他过来，他来付。你付钱。能不能便宜点，老板？不便宜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看他是个胖不胖？太胖了吧？哪里来的这个？咋了？你这是跟谁赌气呢？失恋了吗？没有哥，你问他。为啥今天这位大老板请客买的了，大方得很？你坑了他是吧？他自己要付吗？啊，行了，弟，别抽了，哥回头不给你。还得快处理一下兔子，我快要做饭了啊。处理好了，大西。哇，可以啊，大爷，来，这个给我，这个你烤兔肉啊。好。
太香了。熟了，大爷，烤肉熟了没有？熟了熟了。哇！来弟弟，开饭了。我不吃，你们吃吧。不吃？那行，常吃的随时过来吃饭啊。我就知道对他一点联想都没有。哇，太好了，还有不吃的。好久没吃猪肉了，大爷嘞。哇，辣菜好吃了是。你烤猪肉咋样，大爷？尝一下你烤的肉啊。那多吃一点。好，来弟弟，吃点猪肉吧。我不想吃的。吃嘛，你一道菜也没吃，来吃肉吧。我可跟你们说好啊，你们下次再吃肉，我绝对不吃了。你可真能装啊！你这边练速度真的比川叔还快啊！哇，这太香了。